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站在这个台北的小讲堂里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事情。你以为你在养生，但其实可能正在慢性自杀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危言耸听，但请你们给我几分钟时间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今天我要谈的是一种你们每天都可能吃到的食物——白萝卜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清脆爽口，被无数养生专家推荐，被认为能够消食化痰的白萝卜。你可能从小就听长辈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这句话流传了几百年，几乎每个华人家庭都知道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在某些情况下，白萝卜的毒性可能比砒霜还要可怕100倍，你信吗？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在心里翻白眼，觉得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但请你先别急着下结论，砒霜会立刻要你的命，这是一种急性毒药，你看得见感觉得到。但白萝卜如果吃错了，它会慢慢的悄无声息的摧毁你的脾胃，耗尽你的阳气，让你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一个病恹恹的躯壳。这种慢性的伤害往往比急性中毒更可怕，因为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今天我将要用中医的智慧，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，来揭开这个隐藏在餐桌上的真相。这不是要你们不吃萝卜，而是要你们学会怎么吃，什么时候吃，跟什么一起吃。养生不是盲目跟风，而是要懂得因人而异，因时制宜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用真实的临床案例、古老的中医智慧，以及现代科学的验证，让你们看清这个被忽视的健康陷阱。在中医的世界里，有一句话出自《黄帝内经》，食药同源，意思是说，食物和药物本质上是同一回事，都能影响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。这个概念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没有绝对的好食物，也没有绝对的坏食物，关键在于你的体质和你吃的方式。白萝卜在中医里被归类为性寒的食物。什么叫性寒？就是它具有清热、降火、消食的作用。当你吃了太多油腻的东西，感到腹胀难受，这时候吃点白萝卜，确实能帮助消化，让你舒服一点。《神农本草经》里说，萝卜消食下气，利五脏，这是它的好处。但是请注意但是白萝卜的寒性很强。如果你本身就是脾胃虚寒的体质，或者你正处于身体需要温补的时期，这时候大量吃白萝卜，就等于是在往你体内的火炉上泼冷水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解释给我的病人听。想象你的身体是一个需要保持温暖的房间，里面有一个小火炉在燃烧，这就是你的阳气。如果房间太热了，泼点水降温没问题。但如果火炉本来就烧得不旺，你还拼命泼水，最后火会熄灭，房间会变得又冷又湿。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，手脚冰冷、腹泻、疲劳、免疫力下降。所以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，五行相生相克。食物不是越健康越好，而是要适合你的体质。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这是几年前一位高雄的陈婆婆来找我看诊的故事。陈婆婆那年72岁，退休在家，非常注重养生。她每天早上都会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蔬菜，其中白萝卜是她的最爱。她听电视上的养生节目说，生吃白萝卜能够清肠排毒，增强免疫力，于是她就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大块生白萝卜，风雨无阻，整整吃了半年。刚开始，陈婆婆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变轻盈了，排便也比较顺畅。她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，还推荐给她的老姊妹们。但是大概3个月后，问题开始出现了。她开始觉得肚子经常隐隐作痛，而且是那种冷痛，像是有冰块在肚子里翻滚。接着她开始拉肚子，一天要跑好几次厕所，拉出来的都是稀水。她以为是肠胃感冒，去药房买了止泻药，但吃了没用。再过1个月，她整个人明显消瘦下来，脸色蜡黄，走路都没力气，手脚永远是冰凉的。家人吓坏了，带她去大医院做了一堆检查，结果显示没有癌症，没有发炎，医生说可能是肠燥症，开了一些药，
但还是没什么改善。最后，他的女儿听朋友介绍，带他来找我。我一把他的脉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典型的脾胃虚寒，气血运行不畅。我问他，陈婆婆，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？她想了想，说也没有啊，就是每天吃生萝卜养生。我听了差点叹气。我跟她说，陈婆婆，你每天吃的那个东西，就是让你生病的罪魁祸首。她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。医生，萝卜不是很好吗？电视上都这么说的啊。我告诉她，萝卜是好，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样吃。你的体质本来就偏寒，还每天空腹吃生萝卜，这等于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。谁能想到，他每天吃的东西竟然就是他的毒药。现在让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一下，为什么白萝卜会对某些人造成伤害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白萝卜性味辛甘寒，入肺、脾、胃经，它的主要功效是消食化痰、下气宽中，这些特性让它成为治疗食积、腹胀、咳嗽痰多的良药。但是中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虚者忌之。如果你本身脾胃虚弱、阳气不足，过量食用寒性食物就会导致脾阳受损，出现腹泻、腹痛、消化不良等症状。古代医书《本草备要》里明确记载，萝卜下气消谷，中气不足者禁用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的中气，也就是脾胃之气，本来就不足，就不应该吃太多萝卜，因为它会让你的气更虚。再来看西医的角度，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，白萝卜含有丰富的芥子油苷 glucosinolates， 这是一种含硫化合物。在正常情况下，这种物质具有抗氧化、抗癌的作用。但是如果大量摄取，尤其是与某些食物搭配不当时，芥子油苷会在体内转化，可能产生有害物质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同时吃大量白萝卜和海鲜类食物，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形成亚酰胺类化合物，这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癌物的物质。当然，这需要特定的条件和剂量，但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，食物的安全性不是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。中医和西医虽然理论体系不同，但结论却惊人的一致。白萝卜是好东西，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，也不是吃越多越好。中医强调因人而异，西医强调适量摄取，本质上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，饮食要平衡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。让我们回到中医的经典文献，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，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书中对萝卜的描述是：萝卜消食下气，利五脏，看起来都是优点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真正研读中医典籍，你会发现古人在赞美一种药物或食物的同时，往往也会留下警告。在古代医家的临床经验总结中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：非其人而服之，害亦随之。翻译成白话文就是，如果不是适合的人吃了它，伤害也会随之而来。这句话点出了中医最核心的理念，没有万能的药，也没有万能的食物。同样是白萝卜，对于一个身强体壮、经常大鱼大肉、体内有湿气的人来说，它就是清道夫，能帮助消化，让身体恢复平衡。但对于一个体质虚寒、气血不足、脾胃功能本来就弱的人来说，它就是毒药，会让你的身体更加虚弱。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很多人盲目追求所谓的养生，看到电视上、网络上说什么好，就拼命吃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体质。结果呢，越养越虚，越补越病。古人已经把道理告诉我们了，但现代人却忘记了。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天都有无数的养生知识、健康资讯轰炸我们的大脑，但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遗忘的古老典籍里。你以为你在养生，实际上可能正在慢性自杀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血淋淋的事实。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台中遇到的案例。这个案例让我更加确信饮食的搭配有多么重要。这是一位35岁的年轻上班族，姓王，在科技公司上班，
工作压力很大，她平时很喜欢吃火锅，尤其是冬天，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吃个2、3次。她特别喜欢在火锅里加很多白萝卜，因为她觉得萝卜清爽，能够解油腻。再搭配大量的牛肉、羊肉，她觉得这样吃又健康又美味。但是大概持续了2个月后，她开始出现问题。每次吃完火锅，她的肚子就会胀气、疼痛，而且经常拉肚子。起初她以为是火锅不前进，换了几家店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，脸色发青，舌苔厚腻。我问她，你吃火锅的时候都放些什么？她说，就牛肉、羊肉、白萝卜，还有一些蔬菜啊。我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在中医理论里，牛肉和羊肉都是温热性的食物，能够补气血、温脾胃，但白萝卜是寒性的，会下气、消食。如果你把这2种性质完全相反的食物大量混在一起吃，就会造成体内的寒热交战，脾胃无所适从，最后导致消化系统紊乱。我给他开了一个很简单的方子，加了姜、红枣，用来调和寒热，同时建议他吃火锅的时候少放白萝卜，或者吃完后喝1碗姜茶来平衡。2个礼拜后，他回来复诊，整个人的气色明显好转，肚子也不痛了。他很惊讶，说原来只是吃的方式不对，调整一下就好了。我说对，养生就是这么简单，但也这么容易被忽略。关键不是吃什么，而是怎么吃，什么时候吃，跟谁一起吃。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中医讲究的配伍，不仅适用于药物，也适用于日常饮食。食物之间的搭配、冷热的平衡，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。现在让我回到一开始那个惊人的说法，白萝卜在某些情况下，比砒霜还要可怕100倍。你可能还是觉得我在夸大其词，那让我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会这么说。砒霜化学名称是3氧化二砷，是一种剧毒物质。如果你不小心吃下砒霜，几个小时内就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，呕吐、腹痛、休克，如果不及时抢救，可能会死亡。砒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快速而猛烈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反而容易被发现和防范。但白萝卜呢？如果你长期大量错误的食用，它不会立刻让你倒下，不会让你呕吐，不会让你痛得在地上打滚，它会慢慢的、一点一点的消耗你的阳气，损伤你的脾胃，让你的气血运行变得迟缓，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得脆弱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。当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慢性病患者，长期疲劳、消化不良、免疫力低下，容易感冒、手脚冰冷、精神萎靡。你去医院检查，可能查不出什么大问题，但你就是觉得全身不对劲，生活品质严重下降。这就是慢性毒性的可怕之处，它杀人于无形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衰弱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根本不会把这些症状跟他们每天吃的健康食物联想在一起，他们会以为是工作太累，是年纪大了，是压力太大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问题可能就出在餐桌上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他们来找我的时候，已经看过无数医生，吃过无数药，但就是不见好转。当我仔细询问他们的饮食习惯，往往会发现问题的根源，他们在养生的名义下，每天都在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。所以当我说白萝卜可能比砒霜还可怕时，我不是在否定白萝卜的价值，而是要警醒大家，任何食物如果用错了方法，都可能变成毒药。说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解决方案。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有智慧了，在福建、广东、台湾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吃白萝卜的小窍门。第一个方法也是最常见的，白萝卜配生姜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，但很多人只记住了前半句，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。冬天吃萝卜的时候，最好要搭配姜一起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姜是温性的，能够中和萝卜的寒性，让整道菜达到寒热平衡。我奶奶以前煮萝卜汤，
一定会放几片老姜进去。我小时候不懂，觉得姜辣辣的不好吃，现在学了中医才明白，老人家的智慧是经过几代人实践验证的。第二个方法，不要把白萝卜跟梨子、蜂蜜同时吃，这3种东西都是寒性的，如果一起吃，寒上加寒，对脾胃的伤害会加倍。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容易拉肚子、怕冷的人，千万要注意。第3个方法，吃完白萝卜后喝一杯姜茶。如果你今天吃了比较多的白萝卜，或者吃了生的白萝卜，那么建议你在饭后泡一杯姜茶来喝。姜茶能够温暖脾胃，促进气血运行，帮助身体调和寒热。做法很简单，几片生姜加红糖，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。第4个方法，根据季节和体质调整。如果你是热性体质，容易上火、口乾舌燥，那么适量吃白萝卜是有益的。但如果你是寒性体质，经常手脚冰冷，容易疲劳，那就要少吃，或者搭配温性食物一起吃。这些都是民间流传下来的经验，看似简单，但蕴含着深刻的养生智慧。我们的祖先没有现代科学仪器，但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，总结出了这些宝贵的方法。养生不需要复杂的理论，有时候一杯姜茶、一碗热汤就能让你的身体重回平衡。在我的行医生涯中，有一位对我影响很深的老师，他叫张浩然，是台南的一位老中医。我跟他学习的时候，他已经70多岁了，但精神矍铄，思维清晰，每天还在看诊。有一次，他跟我讲了一个他学生的故事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个学生是个年轻人，30出头，非常热衷于养生。他每天研究各种养生理论，买了一堆养生书籍，还加入了好几个养生社团。他坚信素食养生、生机饮食，每天吃大量的生菜、生蔬果，几乎不吃熟食，也不吃肉。起初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盈了，排便也顺畅了，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。但半年后问题来了，他开始频繁腹泻，整个人消瘦下来，脸色苍白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。他去医院检查，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，但他就是觉得虚弱无力。最后他找到张老师，张老师把脉后摇摇头，说你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寒，气血不足。学生不解，可是我每天都在养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张老师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养生不是吃好的东西，而是吃对的东西。你的体质本来就偏寒，还每天吃一堆生冷的东西，这不是养生，是在伤身。张老师给他调整了饮食，让他开始吃温热的食物，配合中药调理。2个月后，这个学生的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盲目追求所谓的养生法了，而是学会聆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。现代人对养生有一种执念，觉得只要是健康食物、养生方法，就一定对自己好。但实际上，错误的养生方式比不养生还要危险，因为不养生的人顶多是没有额外的好处，但错误养生的人是在主动伤害自己的身体，而且还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情。这种认知上的错误才是最可怕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谈谈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中医和西医到底哪个对？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。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补的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在描述同一个真理。中医讲阴阳平衡，西医讲体内平衡 homeostasis。 中医说你要根据体质调整饮食，西医说你要根据个体差异制定营养方案。表面上用的词汇不同，但本质上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：健康的关键在于平衡。太多的人把中医和西医对立起来，觉得信中医就要排斥西医，信西医就要否定中医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我在临床上既用中医的辩证论治，也参考西医的检查数据，两者结合起来，往往能给病人最好的治疗效果。回到白萝卜这个话题，中医告诉我们，萝卜性寒，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吃。西医告诉我们，萝卜含有芥子油苷，
大量摄取可能有副作用。这两种说法有冲突吗？没有，他们都在提醒我们，食物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关键在于适量和适合。所以我的养生哲学很简单：第一，了解自己的体质，你是寒性还是热性？你的脾胃功能如何？你有没有慢性疾病？了解这些才能知道什么食物适合你。第二，饮食要多样化，不要偏食，不要因为听说某种食物好就拼命吃，再好的东西吃多了都会出问题。第三，注意食物的搭配，寒性食物配温性食物，这样才能达到平衡。第四，聆听身体的声音，你的身体是最好的医生。如果吃了某种食物后感觉不舒服，那就少吃或不吃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养生不是一套固定的公式，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，它需要你用心去体会，去调整，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关于白萝卜的真相，不是要吓唬你们，而是要唤醒你们的意识。错误的养生方式就是在给自己挖坟墓。你以为你在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实际上可能在慢慢摧毁它。你以为你在延年益寿，实际上可能在缩短寿命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在临床上一次又一次见证的事实。我希望今天听完这场分享后，你能够回家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，问问自己，我吃的这些东西真的适合我吗？我是在盲目跟风，还是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？我有没有因为追求健康，反而做了伤害身体的事？如果你发现自己确实有问题，不要慌张，也不要自责。从现在开始改变，永远不会太迟。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，在白萝卜汤里加几片姜，在吃完生菜后喝一杯温茶，在选择食物时多考虑一下自己的体质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。记住，